獅子又出事，依家嘅情況係，我哋一班動物又再為所有錯誤而負責，被逼辭職，被要求保持沉默。我肯定唔只係喺黑板寫幾句說話咁簡單。我哋仍然可以私底下傾偈，要多謝奧茲啊！我有位老朋友，係隻佬，其實係牛，佢一直參與抗爭活動。佢最近寫信俾我，約我喺咖啡室見面。佢講明話有急事。佢同你講咗啲咩？佢冇嚟到，亦再冇收到佢消息。好多動物都失咗蹤，亦都有可能真係離開咗啊！尋日有隻獾人同我好熟嘅，佢係律師，但係俾人炒咗啦，就係因為佢為單案爭辯。至少佢仲可以爭辯。係咩意思？俾啲嘢你哋睇。再跟牛尾鬥，個教授還被拗，冇話劉仲夾硬攀走，大學問焗到個口臭。慘啦，唔可以講嘢。有着了木紋鳳膠，都冇得拗，如同滅教笠個鬼面罩。依家只可以尖叫，係咪造謠但怕實情面對，最後人人中招，林厄困，我跌到坐不穩。林厄困。下未坐穩，夠啦！趁而家仲可以講聲再見，我要離開奧茲。離開奧茲，將佢帶走！你唔好再咁囉嗦啦！嗰邊有人啊！係咩事啊？阿富巴小姐，你喺度做乜嘢？冇啊，我只係喺度，我唔使解釋，快啲入嚟先講。放心，唔使驚，我斟杯茶俾你。迪拉蒙博士，你頭先所講嘅嘢係咪真係會發生？已經發生緊，你會發現，只要情況去到好絕望，就足以令任何人都噤聲。但係當呢度嘅動物失去講說話嘅能力，佢哋就離開奧茲，要搵人去通知大巫師。你聽我講，你唔可以將今晚聽到嘅事話俾任何人知，所以先要搵大巫師。平常咁嘅，或者你講得啱，冇話變差嘅，事情定好㗎。唔好意思，弊啦，我一定係患咗傷風。願奧茲保佑你，博士。你快啲走，攞埋盞燈。